世認，復合了，偷偷暗中換句輕輕，為你公主。哎呀，施主，你要換何人啊？我叫換公主咯。主係施主何人呢？公主係我嘅妻房啊。施主，你要換妻房，應該在家中叫房中叫，何解會叫到佛門清淨地嘅呢？真係唔肯認我，先不信無骨肉之親，誰無父母之情呢？等我講下先係純正嘅慘事，如果佢喊真，不得而知就梗係公主噶啦。等我試下佢至得。師傅，不你喊，唔通你就係公主？施主，你錯啦！皇帝係為我哋而死嘅，試問我哋又點可以唔喊
主，你帶我去燒香參下舊情。師傅，要你帶我入去燒柱香，你都話唔肯嘅，你唔帶我，我自己去。觀音坐下，亦有對同名了地，逢去留空，只剩得我情未興。向觀音學入不獨調你亂影，但為我顯靈性。師傅，觀音係咪好靚㗎？觀音菩薩大慈大悲，你救苦救難。如果我能夠與公主團圓嘅，我真係答謝神人啊！公主舊時有個樂昌公主，個隨駙馬都可以破鏡重圓，我又係駙馬人，又係駙馬，點解人哋咁夠風，我咁衰嘅咧嚇？樂昌於成人啊，尚可破鏡重明。樂昌猜分後，尚於駙馬重應。世寂寞，虛有其名，夢難成，讚難清。因在燈開那柴焚火塔，一年成聲，心平，我給淚眼凝。師傅，你呃我嘅。菩薩好靚嘅，我話佢一啲都唔靚。哎呀，乜你咁講啊？
你從前多纖手，一般秋水也含情。